使係鞠躬同大家鞠躬，同大家中意鞠躬冇事嘅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Tony， 我係 Tony 嘅主音吉他行仔。你係邊個？我都行開你嘅 face 講下雞。係啊，歡迎阿雞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Cozy Sisters。多謝大家支持嚟到，我係主音麥生啊。我哋喺後台見到面先嘅，咁都見通常都係就係喂，不如一齊整隻歌啊咁樣咯。咁跟住先至開始埋就創作，咁就好中意 J-Rock 啦，大家都咁聽佢哋嘅歌都知道一定係 J 底㗎，即係 J 底，所以就不如整首真係好動漫向嘅歌啦咁樣咯。今日好搞笑㗎，第一次見咧係喺我諗現場有啲人都睇過嗰場 show 嘅，係喺一個戶外嘅場地咁樣嘅，咁啊好多 band 咁樣，跟住就喺後台撞到 Tony， 咁都係 say 個 hi 嘅啫，咁跟住就突然間傾下就唔知點解，好似可以一齊整隻歌喎，跟住咧去到第二年咧，佢哋就去咗我哋嘅 CD release，album release， 咁跟住就完咗之後就真係正式，喂，真係落手做啦咁。所以其實咧，重建巴別塔呢首歌咧，係都歷時幾耐㗎。我哋總共有冇整咗年零啊？我自己整咗好耐，我10年之前已經開始整㗎啦。我已經細細個就睇《摩斯先生》。我媽好中意《摩斯先生》。即係認識咗之後，合作完之後，覺得因為原來佢哋 part music 係幾好笑嘅喎，音樂固然之勁啦，即係我真係覺得係好開心喎，即係一陣間你哋就會 feel 到㗎啦，當咁多支吉他一齊響，兩套鼓一齊響嘅時候，個威力真係好大。呢啲又唔再講嘅音樂，但係原來 part music 係好笑嘅，Sarah 忍唔到笑嘅喎，而且咁樣咯。同埋我其實係有一條片係阿叉姐出嚟講嘢，其實我係因為叉姐而諗到要拍呢條片，呢條片係特登為咗佢做，因為佢好適合咁忍笑去講嘢。我見到你已經覺得好愛啊！你嚟講下俾我講下。對於幾位大哥有咩想法？我見阿新大佬同輩，我都係 Jazz。對於另外幾位同輩有咩想法？我見你有 post 咗啲好深感受、好感人啲嘢可以。我10年前已經提 Tony 㗎啦。我特登今朝出 post， 我就係為咗要喺台上面講呢句。我哋掂咗啦，我哋終於可以同 Tony 夾 band 啦，因為嗰陣係11年嘅時候，我點會估到15年後竟然可以同行？係多謝其他4位有冇嘢想發表啊？其他4位有冇嘢？阿雕有咩想講啊？要問嘅。係 OK，阿雕咧，嗰啲喜出望外，邊方面咧？合作係啊，即係冇諗過可以我哋 crossover 可以同 Tony 合作啦，成出咗首歌啦，跟住有一個好靚嘅 MV， 咁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啦陣間。好 ，music。好，準備啊！諗定出乜嘢啊？好，準備。包剪刀，好，攞住大高手，剪走 ，OK， 係啦，包嗰啲包舉手，冇喐 ，OK， 好 ，OK， 大家明白，好，正式，正式頭先話仲有機會，頭先話試一試㗎嘛，打你唔理解 ，O 唔 OK？可以。
住啊，第一首啊，準備啊，好 ，music。佢出咁多嘅喎。爆剪刀，啊，彈弓手我見到，邊個彈弓手 ？OK，揼贏嘅，好有一個係咪包嘅？包嘅幾多位？包嚇一個。佢唔係嘅，佢彈弓手，我見到你彈弓手。邊個仲包？哦，小朋友2個。哦，小朋友唔好 ，OK，咁就得1個。恭喜！大家鬥快砌翻做一棟，最快嗰個咧，最快嗰個就會贏。OK，係啦，冇錯，每人只要一隻手。1、2、3。喂，正常記住係卡啦㗎，係啊，卡啦先，即刻還下，整齊啊！記住啊，最頂嗰層中間嗰粒啊！我而家睇邊個？OK，先嗱，我哋數下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7喎。睇先，2、4、6、8、10、我嗰個柬埔寨做嘅，所以係14、16、15，喂，少咗3個。啲鋪交翻嚟嘅17層喎。好，有冇第2名？有冇第2名？大家睇到第2名係邊個？Sarah第2名。好啦，我哋根據導演嗰邊嘅判斷啦，頭先話最快係 Sarah 嗰邊嘅。Sarah。
嚟咯有咩啊？除費員工手冊嘅喎，好。F1 嘅咯喎。好。